行政長官李家超繼續海南訪問行程，佢同海南省委書記馮飛以及海南省省長劉小明會面，就持續加強京港合作交流意見。李家超話：香港同海南嘅經貿關係進一步深化，舊年喺海南新設嘅港資企業超過790間，港商投資額超過180億元人民幣，按年增長超過2成。李家超隨後考察海口新海港同南港二線口岸集中查驗場，了解海南自由貿易港嘅基礎建設同封關實際運作。李家超話，特區政府正係不斷強化港口業務同高增值航運服務，鞏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嘅競爭力，有信心香港自由港同海南自貿港喺港口航運領域優勢互補、互利共贏，共同拓展更多機遇。